来明仔载就要罢免投票，罢免团体今仔日小连续举办3场的扫街，阴暗阁要来举办选情之夜。若反罢免这边咧，立委罗明才透早甲叶元之做伙徛路口来拜票，随后阁甲赵少康合体车队大扫街。双手比一个车啊，8月23罢免选战的前一天，见到拿赵少康陪立委罗明才最后一摆车扫宣传反罢免。我们要7-0，特别在新店，我们到时候投的票，我希望看到不同意罢免罗明才的，比他当时得的票还高，好不好？好。赵少康更加为罗明才画冤枉，讲5连败立委为新店创造政绩。即马却面临罢免的危机，刘明才嘛一直拍避正牌，更加搬出叶元之控诉大罢免是分裂社会。他是指标性的苦主啊，他被霸凌了1年多，事实上大家都很不舍哈。台湾的社会因为大罢免大撕裂。叶元之透早嘛赶到新店，甲罗明才做伙徛伫街路伫邮票，帮助立法院的好同事。另外一方面，罢免团体嘛咧做最后的冲刺。罢免罗明才，迎接新人才。骑上宣传车，沿着新店的大街小巷宣传到同意票，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嘛来応援。那么在台北市上班，那么居住在新北市的也有很多，双北要一起合力合集要来促成今天我们大罢免能够成功。越来越多的民众上街参与活动，签联署书出来支持罢免，所以我想这就是这一次整个罢免运动里面最宝贵的力量。罢免团体唔那规工要连续进行3场扫街活动，暗时阁要办选前之夜，选前最后的时刻，罢免甲反罢免双方拢是溃力尽拼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